好，各位同學，今日咧示範點樣咧使用呢一個嘅顯微鏡。首先咧，我哋要用個顯微鏡嘅時候咧，請記住同學可以拎住嘅部分咧，喺後邊鏡臂同埋鏡左拎起顯微鏡咧只要拎住鏡臂同鏡左咧咁就穩陣㗎啦。放低個顯微鏡之後，我哋將放樣本嘅玻璃片放落去載物台上面。載物台上面有夾咧，去將玻璃片夾好㗎。好啦，使用顯微鏡最驚嘅咧就係一啲嘅玻璃片俾呢一個嘅接物鏡咧撞爛。咁所以同學使用呢一個顯微鏡嘅時候，首先要用呢一個低倍數嘅接物鏡，即係話咧紅色短呢一個。用呢一個接物鏡去進行對焦。進行對焦之前，先將載物台向上擰呢一個粗調節器。粗調節器咧，只要稍為轉動咧就會有一個大幅度嘅調節。我將佢擰到接近接物鏡，然之後我哋對焦嘅時候咧，只可以將載物台往下調節，直至到清楚見到個影像。好啦，當影像清晰，而我想將我想放大啲，我想用一個高倍數啲嘅接物鏡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調節。轉到去咧高倍數嘅接物鏡。好啦，當轉咗去高倍數嘅接物鏡之後，我哋唔需要再由呢一個嘅粗調節器進行調節㗎啦。我哋只需要咧用呢個幼調節器進行一個嘅微調，咁就可以清晰㗎啦。當你見到個影像之後就可以咧進行記錄。要注意嘅地方，記住。最容易撞爛嘅嗰塊玻璃，千祈唔好將嗰個載物台往上往下咁樣調節，只可以向一個方向調節，只可以向下調節。進行顯微鏡嘅使用有幾個注意事項，同學咧可以再仔細睇翻，抄低佢喺筆記上面先啦。首先要使用低倍數嘅接物鏡，然之後咧轉動粗調節器。